第一，我諗咗好耐啊，我係為興趣讀嘅啫。嗱，為興趣我講緊嘅意思就係我中意寵物，唔使睇錢㗎吓，我真係為興趣。OK。第二就係未雨綢繆啦，計劃定，即係你唔知啦。而家可能香港經濟唔係咁好啦，見到好多鋪頭都相繼結業啦。就算一啲好多年嘅牌子咧，佢都會相繼結業。咁我係計劃定經濟下滑嘅時候可以有一技之長。另外第三就係心靈嘅安慰，因為你知而家香港可能個氣氛唔係咁好啊，即係有啲即係個對人嘅工作啦多啦，咁其實對動物咧嘅工作咧都係好開心，有一個心靈嘅慰藉啦。好啦，仲有好肯定嘅自己，我 plan 緊呢幾年咧，我都會移民噶啦。我唔理你移民去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台灣，甚至乎最多人過往嗰幾年咧，移民去英國。咁移民嘅話，我係要發展鋪路，我要讀啲咩相關課程有技術咧？好啦，最後第五啦，就好肯定嘅，亦都比較多人咧去問嘅呢條問題。陳校長，如果我自己想開寵物店，或者我做一啲叫寵物相關嘅服務，譬如我個屋企啦係可以接啲動物嘅喎，呢啲咁嘅情況下，我應該讀啲咩課程咧？咁呢5條問題咧，嚟緊我哋陸陸續續咧會每一條咧去詳細咁樣解答俾你哋嘅。多謝晒你哋。